今日我哋一齊嚟大開眼界，參觀一個真正不可複製嘅山頂豪宅。位於山頂核心地段，罕有3層複式連私人花園，室內約5500尺，再加3000尺以上私人花園，全維港煙花級海景。市場上同級產品幾乎零供應。物業位於山頂道8號，傳統山頂豪宅地段，低密度、私隱度極高，同時距離中環、金鐘只需數分鐘車程。呢個位置本身就已經係資產。呢個單位設有獨立私人入口，門庭寬敞，動線清晰。由你落車嗰一刻開始，已經完全同其他住戶分隔，真正做到返屋企就係返自己嘅世界。超過3000尺私人花園，正對中環、灣仔、銅鑼灣，一路望到九龍天際線。呢種前海後山加大花園嘅山頂物業，係歷史級罕有配置，煙花、夜景、節日盛事，全部變成你屋企嘅日常。由花園回望整個單位，你會明白點解咁多客人話呢個更似一間山頂獨立屋。第一層客飯廳直駁花園，樓底超過16尺，無論空間感定氣勢，都係真正超豪級收藏級豪宅。私人電梯貫通3層，而家係清水房狀態，對真正高端買家嚟講，反而係最大優勢，可以完全按自己品味打造。第2、第3層每層都有超闊大露台，維港景觀更加開揚壯麗。主人套房、客房、娛樂空間層次分明，互不干擾。由上望落自己嘅花園，呢種體驗唔係錢就一定買到。呢一類山頂3複式連大花園嘅豪宅，成交後好可能10年都唔會再出現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或者預約私密參觀，請即刻聯絡我哋，記得點讚訂閱，第一時間掌握香港真正頂級物業